Hello，小朋友，我係希婷姑娘，歡迎你嚟收聽小不點大夢想系列。呢個系列呢，會講好多傳奇人物細個嘅時候嘅故事。今日要介紹嘅人物係瑪麗居禮，大家知唔知道佢係邊個呢？佢呢就係第一位受到諾貝爾獎肯定嘅女性科學家。佢總共獲得過2次諾貝爾獎，一次係物理獎，一次係化學獎。瑪麗呢，佢細個嘅時候就已經同自己約定，佢唔要做公主，而要做科學家。瑪麗嘅屋企好窮，但係佢好聰明，喺學校嘅成績非常優異。佢將佢獲得嘅金牌收喺櫃桶入邊，當作寶貝。當時嘅波蘭大學淨係接受男學生，為咗更進一步求學，瑪麗就收拾行李，離開咗自己嘅國家，搬到去法國巴黎。瑪麗非常努力讀書，佢必須透過法語去學習數學同埋科學，而法語對佢嚟講係全新嘅語言嚟㗎。瑪麗嘅認真令到佢迅速成為巴黎最頂尖嘅學生。有一日，瑪麗認識咗皮耶，佢哋呢都熱愛科學㗎。後來佢哋都愛上咗彼此，兩個人結婚，成為咗居禮先生同居禮夫人。呢對年輕夫妻成日都匿喺實驗室入邊認真做研究，終於佢哋發現咗新嘅化學元素。對科學家嚟講，呢個係令人激動嘅巨大突破。佢哋嘅研究共同獲得咗諾貝爾獎，而瑪麗都成為咗第一位獲得呢份榮譽嘅女性。有一日，皮耶遭遇咗可怕嘅意外啊，留低咗可憐嘅瑪麗孤單一個人。懷住悲痛嘅瑪麗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。佢再次獲得諾貝爾獎，並且大受讚揚。當戰爭爆發嘅時候，瑪麗嘅工作成果幫助咗好多受傷嘅軍人獲得更好嘅治療。戰爭結束之後，瑪麗讓更多女孩子去到自己嘅巴黎學院讀書同學習。佢話俾啲女孩子們話，生活中冇咩係好怕嘅，只係有好多嘢要學。學識之後就可以擁有唔同嘅方法去幫助更多需要嘅人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講到呢度，多謝你哋嘅收聽。聽日我哋又會講下一位人物㗎啦，拜拜。